所以你再抖一次给大家。不要叫我，好可爱。那呛骂啥？像小姐，年轻的还有资深的。来，让我们先热锅嘛。好了，有不能这样子，这样不公平。我看到让雪玲姐热锅哎。对呀。你有发现是不是？对啊。我调妈咪，就是咪都想要调。要蛮拉动的调啊。这是一个厨师帮我60秒炒蒜头的过程。哎呦，个猪皮筋又得贴了。没啦，张伯骞带出来一。黑了，这胶原蛋他白都最喜欢吃够了。猪皮生吃了。快马个店嘛，早午餐，店主的招牌菜係乜嘅？我有100多样。用就会招牌。 100好。哎，已经37年了。哇！是但我跟我妈也才认识20多年啊。之前都不搞出一个台风吹啊哈。 100空月38年，哦，真係太巧解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太重把強。今日當歡喜，真見到歡喜，因為真都沒有你以外啊哈。哎，今天呢，全場只有張伯骞3人，沒有你人呢。他全見哦，孤立無援了哈。那我現在遷戶籍換來慘哦。哦，可是我們不一定歡迎呢。大白女就喵你哦，挨老人講吼，來賓哦不挨得吼，為咗凍爆啊，衝點咪衝到凍爆。哦，真勁真勁。好，嗰時候呢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咩係兩個都係你猜題當厲害嘅評審哦。提前呢來分享到嘅係阿謝玲師傅。嗨，大家好，哎呀，謝玲。阿叫冇看到已經太囂上誒，跟他太巧啦，太囂上。而家發通量吼，真唔睇咧啦吼。對啊，常常師傅也會挖坑給我們跳，差點就跳下去了。哦，接下來咧看一下兩片啊，係李吉六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來資料。啊，兩個吼，因為凍磨汗呢，一抽不應該忙水咧。哦，真嘅？為什麼？做什麼了？跳開嘅。哦，還有因為可能一下子先見到見問題的啦，大家的工作越來越回來了。啊，好啦，忙是好事，對不對？錯。好，3號人嚟分享到我哋組綜藝季嘅時間，沒有來參加過比賽哦。今日呢，佢兩次阿秀叫下來，沒有你組嘅分享到嘅係李田記、老風球記，歡迎！哇！有沒有印象我們的紫蝴蝶？係哦。好，接下來看一下咱最近本日分享到係來自挑半嘅表姊妹哦，按到千絲聊天鬧林玉香。歡迎！哦，很強哦！姐全部懂熱情哦。6樣以前先做了準備嘅，就很緊張，看到人哋就唔係緊張。係啦，唔是緊張。好，現在唱高一下我哋組哦，都沒有啲有乜嘅推薦好高好食好料嘅冇？有哦，美麗有一個烘的底部的當好食的飯條，自家做的，7點鐘就烘伊來做了。哦，伢的咧都弄杯是 QQ 的啊，那個飯條，係米做的哦。哦，佢係純米做的，係冇？是啊。家己唔講嘅，佢人係從細咪食到大，按度好，家己件點啊吼，秋冬啊好夠順風。哎呀，都係福建的天天。真勁吼，兩苗呢條係食咧，而且啊，北埔嘅飯條，然後南埔閩南嘅飯條冇窮用。哦，除了在地人推薦。不過除了食嘅東西之外哦，聽講挑份要咗經典來推薦大家睇嘛？水流動、客家菜醃、當好料哦，當多東西啦。多東西。用豬料來改建嘅蔬菜啦，客家菜醃。啲位當好料哦。當到嘅 DIY 嘅烤箱啊，小朋友做啲鄉下飼料啊，算係殺雞嘅啲位都當重要嘅蔬菜啦，嗬。哇，感覺起來有個好食好料，而且。就算講吼，你來沒有你幾下晚拜都還有新的東西好介紹。係呢，講題咯。好啦，今日用嘅翻呢，馬上就係金航體育館嘅比賽。料理紅綠燈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啲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梁翠會因為太緊張亂混粉末。還有兩水冇觸到嘅食材，未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
好，越来越期待高雅馆料理逢6點呢。冇錯。因為呢，為什麼我們常常都啲館地度創造出新的菜色？嘿，呢個地陪都係火嘢係死嘅。好，先來公布一下叫咩菜名係嘛？今日我做嘅係開菜炒鴨黃嘅。哦，玩鴨黃啦，嗬。應該係玩下嘅快菜吧？沒有知道我的應該係玩炒吧。所以裡面會有不一樣的鍋具，是不是？可能有煎的，有炸，有烤。好，先來看一下。上到誒嗬。大家會排出馬莎來猜拳嘅，究竟哪啲來？講。好。接下來兩個水粉色的水姑娘向下比賽哦。剪刀石頭布。哦。好，剛剛用嘅番呢，馮翠先來選，之前我選那個紅色。好，那算到3嘛，哈。1、2、3。哇！米腸。幾好誒！米腸誒。嚟，拿得一檔好誒。韭菜炒米腸，其實還唔這個也不會挺困難，因為這個絕對不是最雷的。我相信，來，這樣。你看，應該他講解幾句以後，哈，我們的小姐拿這個，哎呦。小姐，你有好福氣嘅，人今日最做到一定有好福氣。所以該兩家店的地陪都有一家係鴨黃，好。另外一個我就不敢保證了。好，來咯，應該選哪一家店呢？我上兩隻。好，1、2、3嗎？好。1、2、3。哎呦！咁啊嘅，快脆炒茄比。咩？你冇用，該完全批耶！太狠了吧！哎，肉你們是先掏走去吃，是不是？哎，冇良心呢！冇用呢！老個肉全部拿這個皮留完啊！我感覺得應該很會做的吧？以後啦，以後。對啦，因為我覺得還蠻好。哎，所以你猜到，這太饒過你了。沒啦。你剛才是說碾分哦？誒，咁冇啲千難呢哦。哦，來，感恩的心感謝有你啊！這沒有驚喜的。對呀。好了，你等一下，而且呢，俺吃吼除的阿包很困難，就是說你要比我們想象更好吃。我是等一下，你是玩的有個炒，你把炒換掉，用剪呢？哎，直接扣分呢。好，馬上來金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好，緊張的時間呢，馬上就到誒，來看下挑戰者有信心冇？馮子嘅朋友，你哋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厲害厲害。大家都看一下藍水的鴉片哈，藍水喺台上的哦，藍水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都台上哦。厲害，看起來呢已經準備好勢，好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就即開始咯。一個快菜炒一條東西，有乜嘅結構冇？快菜光嘅鹹肉啊，有快菜有鹹冇啊？一係快菜不用落嘅時間，接住黃體咧，不手機一下就好。快水分比較厲害。用當家嘅熟土來沖嘅炒菜啊。哦，講下少咗。我老虎就分嘛。愛一天愛。提味。對，虛見啊，然後挑每種蟲繞啦，哈。而且這是講給你聽的，因為我們食材都不會臭，你的要加油哦。冇問題啦 ，Hello Kitty 哈。哦，姐姐我用，哎，等下，我有一個考量，呀，個當初盲燒呢？盲燒？盲改是燒，你下邊我去嘅話吼，人怕會沾到油。個定下下好冇？先皮料好冇？個定下，跟人嘅偏啲粉呢做乜緊呢？你敢會用嗎？用唔到，也用唔到，然後我再給你一個好東西，這個等下邊邊。哦，啊問一下哈，因為家下就講到不用韭菜嘅虛節咯，凍蟲繞，啊你們打算怎麼做？哎，呢個係蟲嘅吧？沒有，就蔥又韭菜哦，又用哦。快菜都難。快菜哦，哎，快菜蟲哎，老孫呢，他們3個站在一起，根本就是一家人。當好嘅朋友。真勁呢，好啦，應該差唔多咗啦。哦，優秀嘞，來，優讚嘞，有手誒。是搶邊我去，佢讓我聽聽邊邊啊，夾本嘢。好，喺當家喎，有咩叫糯米嘅東西，我諗聽數好誒。應該。哎，你本來係熟嘅東西嘛，哈。所以就見到擦就好嘞啦。你김치啊，呀貴硬好，要過來比賽啊！你想買比賽睇嚟真係要當到年滿嘛？有哦，真見啊！係啊，滿嘛該。講好教嘛，講當好教。你想買係做嘛該喏？想買做雞菜吧，個雞酒。因為你冇做雞酒，叫咩人冷啊？係咪？唔怕，等下開一杯油哦。
哎呦，还有波波油哦，有澎湃哦。真後背係講啲後背係麼？呢個司令台。我做啲蹦椒節來做就好咧。啊，摩斯做啲搶師傅來做啊。對對對，哎，一定有廚師聽送嚟嘅。你下關注我。哎，咁講搶師傅來。呀嗎？做得對啊，狂做得可能。狂音。前面也本身就等嘅，咁啊見60秒就企到一定。就企到嘅得啦。停，係啊。像我夾咩冇辦法夾。嗯。好，摩斯用先不應建議下，我講一款冷水。好 OK。哦，湯頭上鏡了。夾落，夾落。哎，做得冇。應該阿姐等一下，來，阿姐你再抖一次給大家看。好可愛。不要用錢。김文姐叫廚師聽送嚟啊！他叫廚師幫我啊！確定？確定，要切的。確定。讓我們先熱鍋嘛。我剛才有幫你，這樣子那不公平。我剛才有幫你熱鍋。剛剛還要讓雪玲姐熱鍋哎。對呀。你有發現是不是？對啊。我不調媽咪，這個蜜豆想要調。要蠻大眾的調啊。這是一個廚師幫我60秒炒蒜頭的過程。他叫廚師幫我啊！確定？確定，要切的。確定。好，那你的通根女廚師聽送來我講。哎，廚師聽送來哦。哎呦，好好聽哦。那像嘛啥？像小姐。哦，有年輕的，還有資深的。我那個小姐啊。這個。我是小姐。等下師傅厲害哦。大家這權威的打台灣。我讓熱鍋哈，好，開始唱開始。好。做個須有經過哦。哇，這樣來切一時只衝人個叫快菜安尼。係。切等那張來煸。呀有幫嘅哦，好，來給熱鍋。師傅記得有先滷過，你係炒嘅，係唔炒嘅？滷又鹹餡係炒嘅。好。不一定要全部切菜咯，師傅。你要做唔得不一定全部按到啊。係啦。煸一啲啲頭油啊。誒，小靜啊，這應該記得滷嘅，須係煸嘛嘅。有。上醬油啊。哦，醬油頭油甜甜哦。個蒜頭。哦，所以先不應炒香多哈。哎，阿姐，不能。你做的不要那麼明顯。可是那個雞皮好好吃，我切太很大餸哦。大聲。對啊，好香哦。拿大聲。哦，真嘅。等陣。蓋皮做的豆豆嗎，阿姐？可以啊，你一啲啲都甜甜呀。哦，啊，叫水放切了。昨天先不你煸一下啊，師傅讓你記得切一下。這個應該可以讓我們手動一下啦。哦，係真緊動香呢。對啊。你一節唔等啦哈，你炒好，你光線落後背當冰涼。幹嘛咧？啊，師傅，你先交代一下後背事情。後背你等下紅起鑊家下，你先冰落去煸。剛有發生什麼事嗎？我覺得按牛蒜香炒雞皮就好了。哎呀，你都懂我。莫冰。一煸家下下又香。現在後邊買暗號嘅食材啊，有賣這樣子。好，拿來，等下做得咧。要燙落去吼。哦，好棒哦！起鍋冇冰嘛，給你醃了，那雞頭又焦咗。雪玲姐，你剛剛有交代後面的事情。哎，好了吧？要不要把雞皮全部切掉啊？因為雞皮其實就熟的。那這個款的啦。哦，其實你現在不能動了，寶貝。米酒冰一啲啲咧，咁樣煸到啦，梗係下下啦。哎呀，要煸到差不多。我雖然很愛秀英姐，可是我都唔得。好。雪玲姐，莫生用提示一下，我煸到嘛個香菇。它差一啲啲咧。它差了，你知嗎？它差地位，快脆熟嘅，它這很難炒啦，因為按你都有，一按都有。可能冇下太掉。冇調太咧。冇調太。按你差唔多凍。差唔多誒，我是覺得差唔多，只係紅隊。哦。冇調到哦。來，哇哦，土太可愛。好，你要搶瑪莎咧？好，誰來下嚟？好。哇，兩個來。他的專長是海產跟烘焙，落差很大。客家海龍王。那邊好了。好，等，讓我們先熱鍋嘛。好，來，這樣子那不公平。我剛才有幫你熱鍋。剛剛還要讓雪玲姐熱鍋哎。對呀。你有發現是不是？對啊。我按的。好了，繼續開始。開始啦。哦。這樣些油。我覺得我難做。凍上鏡哦。這個浪費我10秒。這個來回。這樣來牽一下。蒜頭。一邊香啊，先講香啊，做一邊香來，等下要落去牽香，或者調米，調媽咪，就先落去，然後先調米，
调米调好以後，愛放起來之前一落去都要注意下，一下伊變咗火就放起來，一當得煮香酒，等住我全部三香醬。好，我調媽咪，這個米頭想要調。一猛拉都唔得調啊。好的，別多。這是一個廚師幫我60秒炒蒜頭的過程。哎，沒有吧？不是這樣亂倒數啊！一些些都好，1，好，剛才就講送你3秒，來3、2、1，緊緊時間到咧。來5，可以嗎？5，海龍王請歸位。好，好。這樣些水哈。還有剛剛阿家有來講樣的做誒。好，唔講咧，睇剛時就看到全部落去咧。不要全放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辣掉啊！落去嘅，水夾落去，一些些咧。我是不是挺辣的？要先放米腸啊。哦。那先放米腸，米腸先下。米腸會變。米腸不可以放了。啊，因為剛才就講米腸。他說先不要。啊，水加一些些，冇等炒又要走退咯。你叫佢縮水，啊，你差唔多啦。縮走了就吃一下米絲做得就好誒。那邊有全部有筋道。不要哦。這樣最尾面用泡芙這樣呢？米絲要吃一下啊。好。可以拉鹹，會香鹹喎。我想到天氣白了，還會按用金冰冰的哈。我可以看顧一下咱嘴咧，來。差不多了哈。哎呦！哇，做得起來呀！哎，其實看起來動聲音呢。哎，可是這個哈有點少哎。要擺地圖哦，擺地圖哦，擺。像個法式料理強容啊，盤啊很台。外面再畫個醬油。哎，錯。對。你有做很淡嗎？有吃過了嗎？都在滿意嗎？幫自己打幾分？我不知道呢。有講嗎？我冇養胡椒粉哦。哈？沒有放胡椒粉。你有嗎？不要。做得表，做得沒表。做得沒表。這種的東西沒放也好吃。好。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了，倒數哦。好。天童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天意管理度，乃部卡米西卡3的嘞。耶！大家分享哦。快菜呢，炒一個阿邦係你客家人的料理，咁你留意變化中無缺嘅食材，相對風趣嘅開始試試看呐。炒米蔥，但米蔥真緊要見到，跟外表吼非常的差，韓國咬落去嘅時之後，韓昨天咬到丟出來香梅，好好吃。有壁道，有壁道，各位快菜嘅時間本來想講聽做咯，還好，還係十分的香啊喏。好食。很滿意哈，一就好啦，有這個是咧，我有信心當初。哎呦，食到腸裡是春雞辣椒好甜甜咯，當然強咯。你知道叫做樣辦？好食的，很好吃。好食的，很好吃。你食到當香米韭菜米當香啊！你係吃到吼，記到手度嘅食材哦，真緊都很潤，因為跟米腸本身是會吸脂、很保脂、當好食。不過你一下完全下攬出嚟，改變口味哦，口感很好食咯，來食看。個雞皮哦，因為按攤哦，韓國可能因為有些路過哈，所以佢美食哦很好吃。雞皮真係當真對嘅，本來想講用乜老肉頭就留雞皮本，冇想到全部都膠原蛋白，原來有先 logo 嗰種當煙味。QQ 當好食，QQ 當好食哈，什麼最好？係啊，你看應該小蓉，你看。自己做自己吃，當然好食啦。自家用香冇食啦，跟韓式大家韓式食，自己做的。講起用啥？哦，啊你用阿姐咧？你係冇食雞皮，冇食雞皮哦。冇怪不用到按少。那上講因為剛剛上來上去哦，每日一缺點就係講哦，那雞皮真經挺少咧。食到啦，那你等一下那一盤不要倒掉。哦，是嘅。炒好了呢，就不要給評審了，雙怒勁呢哈。先來搶李謝景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爛嘴。好，再接再厲看一下阿亮哥搶本分數。耶！謝景師傅搶至高。涼脆都煮來當吼，啊，我現在南吹呢，南吹的米絲啊哈。
激动真球迄落鸡皮就卤锅，有一点点咸咸香香的安尼。来鸡皮煮做得拿来炒快菜，凉水蒸完煮当好，风吹要煮来米丝当好啦。再过来看一下阿亮哥，我评分的标准就係講有兩樣食材，米腸我較難控制嘅口感，因為可能一下冇注意有個山體，一米腸要控制口感要控制到好，所以我會選擇米腸那邊，所以我選擇那邊。原來係安樣。嗰陣呢，就像謝李子夫剛講嘅，體育館呢度哦，兩組都表現得當好，先有信心嘅。休息一下，因為等下看一下那個笨蛋的那個快脆炒阿棒，會很用嘅米頭有乜嘅無強嘅感覺冇？馬上出來搞本人力嘅李子夫咯。欣賞我看啊，都在那個快脆炒阿棒，經過我們的海龍王，海產小王子，這樣有乜變化？看下色彩有乜冇咁樣？色彩攏咁樣，也阿邦嗰啲咧，冇咁樣。啊，你先通過你嗎？忙，也冇通過，等下我先通過再來接。啊，差唔多幾分鐘。啊，酸菜有先切油嘛？哦。哎，那個唔是新高米酒哦。係啊，基本就新高米酒，等下我先通過。因為表皮啊，我先切佢。為什麼？因為啊，阿芳嘅家順康一烤風嘅，會較粗香。哦，還會有這樣子分別？溫用哎，較粗香。真勁哦！唔啲呢？哦，四個姐姐都啲好。啊，從來唔買嘅那種麻辣鴨血，咪係用嚟處理哦。那已經變辣改掉。哦，我啱做啲問一下吼，然你下頭全部嘛相關。不過阿旺吼，牛拌豬掌嘛，比如講麻辣鴨血，它要怎麼樣才會美啊？就是細火叫煮啊。哦，它可以久煮哦。誒。哦，唔會爛體咯。老體烏姜啊，叫煮就唔好。哦。有一些煮到它個地位都有孔誒。也有孔係一般會變個冷凍，或者畢竟冷凍到出來會黏咪啊。蠻好奇，就是這個是甜起來，就係你要講假嘛解啊？攞鹽。攞鹽就係甜起來嗎？對。冇加配東西。甜，但唔會安尼。哦。係咪生甜？廚房嘅你都燙一下就會。有一片一酸頭啊，會倒幾位，分兩片，一片係炸比金黃色，一片等下叫我炒。啊。等下炒一邊好嘅，等下炒好也嘢都當講。怎麼解我安樣做？啊，你把阿幫嘅個上面一當香嘅酸頭面都當過，會留給米絲代替。看小細節就冇強用嘅吼，家下兩組全冇安樣做。啊一通過嘅阿幫嘅，我變下一隻，而家係一隻幫嘅當少嘅，但係我啊家下通一下甜甜嘅，係冇通將叫。還想了解豆腐卡沒辦法用先剪溝嗎？我輕硬硬會啦，我發現每天的做法冇咁樣嘛，等下一整整下就出咗炒嘅。好。啊，一片會變一絲絲嘅調油，都地塊。先錄一下講。一絲嘅就會冇調。米酒愛嗎？可以添米酒，啊。哦，所以先燙過再來滷，假使先滷過再來燙，跟梅是走體咧吼。一開始先燙喺來去腥啲嘅。啊，因為變一絲絲調油，一絲絲米酒去煎的嘛，個香味就會出來。因為阿邦嘅本身就比主光還較香。哦，嘿哦，那就只能喝到自己肚子裡，就聞不到。哇！變咗一點啦，啊，一般嚟講冇米酒，其實用小型嘅都得。哦，小型酒味都得咯。小型酒，其實小型酒會較香啦。哦。對，你阿成毛係差唔多嚟嘛吼，見唔講先去做啲咧。炸熟了就做咧。哎，咁用滷糕呀，米頭很香哦。我改一絲絲的調油啊呢。冇調多，調油調多，佢煎到伊會糊體。哦。所以你一絲絲了有變多樣嘅安尼。啊。調米凍哦，香的味道好好啊，好棒哦。你很會形容哦。係啊，好棒哦。可以買個店啊。早午餐。店都招牌菜係乜嘅？我有100多樣。用就會招牌。100人好。哎，已經37年了。哇！是的。像我跟我媽也才認識20多年啊。哎呀，酸條咁啊嘛嚇。你下是差唔多中火停哦。而家火唔散太，而家都等於慢慢咧。半日酸條嘅米絲就一
阿芳嘅炒落去。食香下。好像盐酥鸡店的东西。啊，辣椒没是切挑哦。今天又更学到了。对，也是一样菜咯。对，不是当鸡肉，你看，啊用甜甜的煎。连也加肉点冰落去哦哈，加一下。可是像你家风吹较夹冰豆嘅快菜有冇？没加有肉的呀，肉。哦，几个肉的对，啊。也放都可以快太嘅，你也準備開始愛調大炒。米酒，哦米酒哈，对，香港米酒，因為唔是在邊調油，因為加都有調油。哦較香啦。要等佢煮一下嘅。哦，冰一米，冰玉米。哦，所以我看到湯嘅水量多，但是一下就唔會，它會收汁只。會收汁嘅。然。就調米，一般的調米鹽過一些糖。咁家下唔係講要加調油，喺度加針哦。加已經要加嘅調油嘅唔會調下。哦，鹽跟那個它只是糖醬香味。都在其中一塊阿網當中，全部被吸下去。然後也給開始收汁誒。哦，對，夫教夫也都不太破哈。哎，也就全部都可以。這個是最後的。對。炒完了就做咧。你看家下先挑梅以後，長到加韭菜，會欠種係冇？一個切肉冇這樣的。要芡一點點啊，較鹹哦。薄芡啊，哈。要很薄的芡。哦，因為它感覺看冇食勾芡的。閩南人比較。但是要阿芳嘅鹽母一些芡哈，跟米絲滲落去。掉落去啊。佢沒有毛細孔哈。加毛絲孔看冇廚房嘅按太。哦，有好多誒。啊，應該係別個酸素嘅嘛，是這個表。前後吧，一些就好啊，冇聽到哈。哦。啊，真緊係一些咧。也就一些烏醋。哦。香油。那大家剛剛都沒有放烏醋，對不對？有，我有。有啊。哦。哎呀，米絲就出來。我哋下酸素咩向下冰落去嘅？有誒，有不然你吃冇共用吼。OK 啊，海龍王。定出高管的啊！高管的啊，他的素不出嚟啦。跟韭菜吼，差唔多，他有保持嘅切圖。沒有高管冇高管，等下我問4位資深的姐姐就頂。等一下要舉牌子哦，他們。對，因為他們炒這個一定炒太多了哈。動架雙嘅料理。這個蒜酥有點厲害。也不用上去好寬啦，各位等唔食起來有嘛，跟米絲會口感會太強安尼。啊，前面開菜炒阿芳嘅。阿牛出好些咯。好，來品嘗看下你志玲師傅做出來嘅快菜炒鴨蠓誒，睇起來看下吃看下。冇食過肯加下蒜素誒，我真正講食材哦，你一韭菜真正下切，一切圖就保留到，香港學咬落去嚟，直接係食得到嘅蒜香味，非常好食。嗰個蒜酥我真係當加分，香氣四溢，濃香，香哦，米絲凍好，好食哈。我是哦，你每次都啊，咁好食。東湖是一定要挑米凍吼，香的味道好好啊，好棒哦。你很會形容哦，哎呦，好棒哦！好食到愛盲門叫，其實日日講咧哦。那唐吉東就真的沒有，好吃，真的好吃才會這樣講哦。真的好吃。它許多嘅鴨蠓吼，當成嘅豆腐嘅口感，入口即化。食到就像豆腐樣啊，軟軟，唔可以講係硬硬質質，有人炒嘅硬硬質質，唔是。哦，麻沙。唔可以係有食過，安尼。好，嗰時候呢，講下志玲師傅嘅做法，我本太家人做參考一下。頭前是一比一咯，馬上出來進行最非美館嘅挑戰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嘴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日日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好啦，第一個地圖哦，真係老太家分享一下哦。
因为我起價就層層嘅有感數，不過喺做人頭家，也係做人嘅員工，喺講啊頭家同員工之間做相互卡應共用。啊，咱講冇幾間公司做得安樣，真緊哦。不過呢，喺講做得啊像安樣嘅話，10分賺到。喺講到重點咧，因為如何吼，根本嘅兩組嘅內邊哦，記得有請係做人頭家。哦，全部都係頭家哦。很厲害啊！所以咪談講幾兩組哦，對自家嘅員工哦，像對待自家嘅抗英強榮視如己出。真的，而且我更羨慕有一種哦，啊特別去出外景嘅時間，有陣時呢，個頭家娘啊，可唔可以煮飯俾員工食？而且都比他們賣得好吃。故說呢，今日啊，有個題目玩到幸福員工餐。哇，員工餐哦！因為你kimchi本身就會做頭家嘛，哈。請問一下，要幸福員工餐，你帶來菜名係乜嘅？滷泡菜。滷泡菜，一啲都有嘛故事嘛？因為員工係沒來人賺錢，哎呀，因為係沒按人的甜食。換的時間呢，就煮本他家，哦，大家就說很好吃啊，啊，幸福哦！這都當做乜款啊你嗬，講真好好食咧。好，既然嗬按到員工見證過一天係10分好食咧，來請問一下風水兩位姐姐，煮啲菜滷泡菜嗬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加油！所以談看下咱水嗬，因為咱水兩片嘅阿姐哦，咪係做頭家嗬。可以共事係嘛解啊？先來問一下好咧。開公司係做清潔嘅，做工廠嘅清潔廚工。你係做乜嘅料理本嘢張公學啦？好吧，嗬，香港員工當辛苦哦，安尼當初哦，你買飯都唔食，竹筍攞佢炒一鍋嘅，紅肉攞腐竹筍一鍋嘅，煮一鍋菜瓜糖蠻好，炒一樣青菜，到員工大家都叫我食，所以基本嘅菜名按到乜嘅？按到竹筍炒肉絲，炒肉絲。你諗嘅人工竹筍炒肉絲哦？安樣嘅咯，冇啦，佢安樣啦，嗰是炒飯啲嘢都是啦，一個口味啊，我自己做的啊，愛做好嘅竹筍家裡唔會流動的。全部上台北，給人家載上台北去，就跟我拿去台北嘛。所以基本用嘅竹筍嗬，貼起較重嘅，切較重啊，品質咪係凍好嘅。係。等一下最尾一關嘅比賽嗬，你兩殺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當然我有信心，我加油啲嗬。好，基本嘅比賽馬上我開始咯。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咯。兩組嘅菜上嚟都錯動針的，像家南翠姐姐講嘅哦，一條全部都加上菜。錯。兩組哦就較澎湃一些。較澎湃一些。冇咁樣，唔過食米湯冇咁樣，都有自家嘅秘密啊！好，來試試看啊！來試試看啊！馬上上嚟學咧。其實剛才講滷白菜嘅時間，我想講會不會有炸豬皮咧？結果貴完呢！這個待會真的不要再給我加1塊，好不好？拜託了。它經典係經典呢，經典啊！要我先煸啊！煸高單會香啊！對，我但是用豬油啦。沒啦，鳳秋姐，你有試過你kimchi煮下出菜嗎？有，用白米咯。當好食真勁，色香味俱全。哦。等一下你就啲。咁佢煮較好食，也唔煮較好食。我煮咩當好食咯？啊，這應該係講開嘛個店啊？早午餐。店獨嘅招牌菜係乜嘅？東多嘞，我有100多樣。用都係招牌。100人行。哎，已經37年了。哇，當好食咯。所以我第2代在經營。好。安樣嘅人講請求動幸福，應該有那種跟着你們好幾年的了哈，10、20年的。20年有。家菜鋪係嗎？其實就會像家人一樣了。對呀，就。後世嘅東西啊，就本他家食啦。像我跟我媽也才認識20多年啊。所以一個意思係代表講，他對他的員工啊視如己出，我們真的，我們對員工真的非常好，有什麼好吃的就搬給他們吃。我想當你的員工。你要聊黃啊？啊，做乜嘅一開始先煸個豬肉啊？豬肉啊，不要煸啊，呢橙黃的哈。然後佢油煸出來，大家炒嘅拍菜加幾張會香。哦，拍菜到豬油以後，幾張會香。哦，我記得自家很少帶豬油來，然後就看到介飯食。係啊，我要帶豬油來叫冇用。
我们这好像在云雾中哦，特别我。嘿哦，这个云雾好香哦。对，这个菜呢比较凉哈，这凉的菜要加姜湿姜哈。对，哦，对。講佢切出當料理即嘢條揀用，啊唔過呢，等下呢個都進來哈。好，我們先準備下，好等你哦後一個。哦，這個很好吃，這個筍子。來，各位觀眾朋友，解下講吼，阿姐嘅竹筍吼係鐵片嘅做法，攞大家小解一下。切好嘅時間吼，就讓我用滾嘅水溜溜嘅做啊個，就撈起來。那魚嘅時間就用石頭魚渣。炸一堆絲炸好嘅時間就拿台裝到冰箱後邊嘅。哦，過年就要用竹筍好食。哇！咁我計兩套菜先做，用按功夫嘅竹筍啊，一般嚟做唔得咯。係一般嚟咪做得兩啦。下冇對死啊！係兩模嚟啊！誒，古手指長都兩下模誒，兩下模，哎呦，竹筍呢？所以味道使用嘅學嘅時間，圈手在學，是先把它處理好啦。好，我們看玉香姐嘅導畢。竹筍炒牛絲，你就食過阿姐做過係嘛？要哦，當好食。凍好食咯。竹筍炒牛絲嘅牛絲做乜嘅？那豬皮先切切啦。咩叫我肉絲啊？要我包下落去為硬啊！嗯。冇咁冇。那個做啲先白油係嘛？白香啊。太久。那會白香。要叫呢幾炒香椒啊！白下椒就冇黃色，冇黃。肉煮冇醬啊！因為先要煮嘅係奶鋪粉啊，兩到3成肉，3成肉，後來要幫我用小位哦。誒，咩係間肉凍醬誒？係哦。貼嘅皮嘅要較凍係較少。哎呦，個豬皮真要特特啦！唔係啦，張寶堅帶上衣。係咯。個膠原蛋白都夠咧。豬皮生吃啊！我天係豬皮唔可以全部飆哦。哎呀！1月30會死地呢。之前都不搞做個太薄吹啊嗬。100空月30番啊！哦，咁係太調解。會怎麼樣講？哎呦，他嫌他醜呢，太醜的你就不要。你怎麼在？你也不要我了。我要你，標準不一哦。哎呦，個豬皮真要特特啦！唔係啦，張寶堅帶上衣。係咯，個膠原蛋白都夠咧。豬皮生吃啊！我天係。好，我們等下三個都進來哈。哇，按腳就好誒啊！哎，剛剛我們錯過了嗎？個訣竅啊，步驟。選那個3層肉要煸香來，過來香菇，酸的，還有那個都要煸香來。哎呀，正言同真的，豬皮唔可以全部煸哦。哎呀，哎嘛，哎呀1月30會死地呢。哦，你們不要再給我夾一塊。哎，都唔講唔啊，我切過哦。當然的啊，冇講到啊。唔會呢。唔會啊。哎呀，給挑米蛋糕，你會怎麼樣講？哎呦，怎麼他嫌他醜呢？那你早餐也會這樣，食材很要求哈。要求哦，我們很要求，所以我們太醜的你就不要。那你怎麼還在這？對啊，他怎麼會？你怎麼在這？你也不要我了。我要你。標準不一哦。其實麗青姐動電影下，佢嘅筍呢係客家嘅台名線呢。因為韓國人家過手按到鴨皮，唱饒舌咧，佢嘅筍呢。好厲害哦！柴魚按夾標東西哦。哎呀，而且我們有靈魂的眼。負責款，一當厲害負責款哦，真的。有乜厲害？我看看。加個芥末椒鹽。Oh my god！你把張開。這個要倒鼻孔的吧？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花朵。哎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做唔得聽到位啦。從皮向東。我今天又蚵仔煎又出現了。沒，正宗，而且是中間剛好蚵仔煎的。沒啦。味道是不是又變？咪叫水落去調調就冇。一對一個等下我吃下米絲啦。OK 了。不醋加嘛。墊一下，等。幾錢都唔會加。啊，冇上嘅這個一款。好。哇，這個我也很喜歡。哇！好嘛，嚟到大家講吼，啊，這煮菜嘅鹽水吼，哎呦，胃腸油啊吼。阿姊可能之前都不搞做一個太薄菜啊哈。100空月30番啊，當然哦，咁是太調價誒，太調價。做老闆應該不容易吧，姐？沒有啦，
该是讲敢做咧啊，是上到个抢油烟就天书做啊。你咪猪油诶，有冇講到嘅呢？猪油我知道，那边有，那边有，那边有，是跟你是，不是啦。哦，等一下加水分去翕一下，係嘛？别嫌。刚才你写了倒數咯，好，現場馬上倒數是，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背面一關有幸福嘅員工餐，哪一組較爭到咧？耶！今日呢，你都來做一個幸福嘅員工哦，叫我來食風吹嘅，好，我真的有滿滿的豬皮耶，係哦，開心啊！你面，有哦，該行呢都要喊小李講吼，該便宜分會搶到嘛，唔係真緊拄好呢。看到鹽蟹落去蛋糕哦，真勁當加分。我來找一下，該有標到我的豬肉，當一面，很爭到哦。因為它就加香菜，然後香菜真緊當好食。色香味俱全，哦，真嘅好食。吃下去後，都當上會做李kim姐員工嘅啊，係吼，棒。而且用这个黄金白菜呢比较嫩一点，不会柴柴的。少啲阿姐哦，咁家下撈牛香阿姐講埋緊，冇糖到，當好食，啊樣班好食咧。又香的味道，又落的味道，還用做當好食的哈。哦，豬皮當好食。豬皮吼，嗯，俺感覺介皮，你呀豬皮感覺。其實知道記得嘅這個滷白菜凍鐵片，因為俺不靠俺妹妹凍醬豬，唔過冇加柴魚片。其實加柴魚片，基本上就每時下用之外哦，該口感咪冇強壯。我哋下完全就下冷水做嘅，這個鐵片做法嘅嗰啲筍片哦，竹筍炒肉絲，日日都食咯。真的好幸福，吃都唔會停啊！係啊，在兩家企業之間，好難抉擇要去哪邊上班哦。幸福的企業。咩筍片係凍甜嘅。很正哦，好脆啊！他除咗幾條瓤哦，可能就瓤到幾條食材哦，非常厲害。那做順真勁當好食，肉絲味就別多。豬肉要先到當好，唔會挑食，當白溜完呢，好香。你肯定吃了誒？冻嫩呢就顺，當然好給自己做嘅呢。冻袂做。鳳小姐，你知道咧？呀，有啊，時候青都是獨順，凍車，凍好食。也係功夫村呢。係啊係啊。我哋都從我家常菜呀，我看傳統食得呢呀，我就按樣煮嚟食啦。你一下做啲食到記得很看煮啱好食嘅筍片，唔過我假使愛食咯，我去攞杯買一張油咧。買唔到，買唔到。好啊，啱唔掂咯。你又買唔到，買唔到。今年大家穿當幸福嘅嗬，牛香阿姐，要感受到嘅幸福嘅感覺嗎？要。好啦，一天東南結啫，唔過呢，等下就本師傅來指頭一下咯，請謝林師傅搶本分數。攬住要特別款，大家來看一下阿兩個搶本分數。哇！好啦，謝林師傅來指教一下。涼脆煮來當好啦。我冇本分數嘅原因呢，滷白菜不用薑麻就吃到唔錯嘅，因為唔係薑麻薑落去米絲，唔要讓人香氣壓脱。他日再去煮家下，盡量留薑麻拿脱，自家煮家白吃看呢，人香菇冇煸到，香菇煸到有香氣出來。嘿，人個色香味當足嘅啦，米絲當吉，當蛋米，你唔識那個口感嘛，都後背人薑麻。先壓嗆嗆啊，然後香味壓出來，南脆竹筍炒出來米絲啊，太人細緻真經講就會中醫食啦，真經會中醫食，因為人個紅蘿蔔咪凍有甜甜啊，加有淡淡夾兩皮來食，啊個竹筍炒來真經當好食，唔會凍辣插嘅米啊，農產涼脆煮來當好啦，我都想要做假員工誒，係咪？係幸福的滋味，我今日食到幸福嘅，你是做人頭家哦。來談看下阿兩個嘅建議係乜計？從南水那邊講呢，竹筍處理得非常非常好，老實話講，真嘅炒得當好。但是呢，做乜我會先風水啊，做有些打爽啊，做加一些些調油有嘛，一些些就冇聽到。天比香了有嘛？豬肉煸嘅時間，調油就要落去嘅，落去有些香味加竹筍得落去有嘛？食個調油嘅香味，然後食個豬油嘅香味哦，我吃到可能會較好食一些。
俺我选择鸦片，也风水因为当旁派，到用嘅甜味拢有做出来，但是有较可惜下就讲，人拍菜其實係個建議啦嗬，可以有呢個炒過，有呢預備炒到嘅，冇人一拍菜衰到有些上嘅長味，你講有都要炒一下，再換一下當家中樣咧，一係我講人嘅建議啦嗬，謝謝。這撇鋪呢，本大家做一個參考，不一定呢，冇我哋員工也是帶行較久嘅時間嗬。等一下就來頒獎咯！耶！有咩幸福意哦？真勁嗬！從頭到尾食咧都係澎湃嘅好料理，觀眾朋友可以來哦！家下呢兩組都得到2分，全部都可以打頭名。先來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嘅夾菜金，恭喜恭喜！哇！大家都看一下，咱是根本已未係大頭名哦，未做得得到1500塊嘅夾菜金。恭喜！哇，很痛哦，因為真嘅要是我跟博強選，我們真嘅選唔出來。哎呀，都難選呢。兩組都打頭名，每一下來聽一擺呢啲起碼知哦，老太分享一下，聽一擺來參加心情係樣辦？有好加動作。你問來聽一擺，一聽係你當綜藝啊節目了。哎，當綜藝，我們真的做口碑的，我們幕前幕後都做口碑。對，然後所以我傳很多的群組，說要來參加瑜伽之組，不要怕，沒什麼，而且你們每一個人帶人的處事，那種懂溫暖、暖心、暖身。一張本你手暖鼻蟲。你記唔記？你把因為給那個幾點卡，你要來2擺整2個，整2個。係啊。好啊。好啊。當到朋友啊。頭家娘注意會做安樣啊。起碼10點還可以抽獎哦。哎呦，抽明珠的簽名照。哦，做對。我只記得他分享一下2擺參加心得。你們每一個的服務都好親切，就是家人的感覺哈。我講來冇？哎呦，那麼問來的時間，換你掌廚哦，帶人家不開米頭好冇？好哦，好哦，帶你來哦。歡迎來參加幾點啊？哦，來問一下咱這個阿姐哦，小姐阿姐已經凍過啦，大家看唔到伊個名啦吼。根本嘅真經東方係要你來呢，那大家分享一下你嘅感想好冇？啊，唔算多一個誒，從個腰男郎啊當好啊，攞到你啊要錢哦，我大都，嘅重點嚟簽呢？係啦，呢條唔算多係寓所，所以係體育擺6張係嘛？體育擺，體育擺是表現到當好。係啦，大家安心些啦。要向阿姐吼，基本上咪係當好嘅提住大幫手哦，那大家分享一下感想好冇？我講嘅當好，當鬧熱。啊，假設韓白玉幾乎喊外來嗎？喊外喲。喊外哦，謝謝玉香姐，是麼？大家要煙啊，吼。哦，真歡喜哦，就有按到誒太七家客家人呀，唔係客家人都叫來到節目，然後你下吼變做係朋友，就像你係家嘅新人嘅同樣哦，就像秀英啊，自己是看愛太嘅哦。係啊。細家做節目也沒有多細啦，你這樣細做節目嘅時候，佢看愛開，根本做來節目當中，故說呢，當分享各位觀眾朋友，係講你想我來到現場。不管想看愛老伯前，非常係講來分享愛後面去夾來。所以真經非常歡迎大家夾來強下報名參加，因為可能家下兩組吼做出來，其實係全本人講嘅學東西哦，唔過吼全學到無卡嘅美事咯，夾報名參加吧。依家資助帶你強下來打鬥士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我講拜拜。